等隻百勝福星。好，全部馬匹入晒閘，一起步。咁啊，前面快啲嘅係百勝福星嘅呢隻馬相當快。咁啊，跟實啦就係石山，然後就係快槍幾隻輕寶馬，同德咧喺尾二嘅。咁啊，前邊啊百勝福星領先大概4個馬位，跟實啦就係快槍快樂80嗱，快樂80果然擺前啲跑嘅。咁就係孫悟空喺第4，然後超捷喺第5，後一啲咧就係石山，石山嘅後邊先至係同德嘅。咁然後再後啲咧，我哋見到啊就係有啊呢個財星拱照，最尾咧就係速戰速決。咁而家前邊啊百勝福星跟實就係快樂80快槍，跟實啊就係超捷孫悟空，然後就係同德石山咁樣樣。咁啊每隻馬距離咧係前面一隻馬咧係放得前一啲，跟實啊就係快樂80快槍超捷，然後就係孫悟空同德石山。咁啊睇下翻入嚟直路點啊，百勝福星馬速度相當犀利嘅快馬嚟嘅。而家已經拉開晒啲馬，快樂80喺第2，超捷喺第3，同德已經上到第4。咁啊，翻嚟直路睇下點樣啦？呢4隻馬專精入直路，百勝福星仲係領先，超捷喺第2位，同德而家開始追，百勝福星超捷同德，百勝福星而家仲係領先，同德而家過咗超捷，睇下追唔追到百勝福星啦？睇個走勢，同德仲係有機會贏呢場賽事。百勝福星鬥同德，而家嚟到呢度啊，仲係好近嘅，同德真照樣贏。同德第1，百勝福星第2，同德第1，百勝福星第2，速戰速決第3嘅馬王即係馬王，150磅依然啊係啊，唔怕你隻百勝福星帶得咁快，一樣翻嚟追到你嗱。百勝福星呢隻馬係一隻速度非常